買樓送兩地牌，真相大拆解。David 醒你知，買樓送兩地牌，小心復位啊！香港、澳門嘅老友記啊，最近咧收到好多私信咧，而家珠海嘅樓盤咧成日都話咧買樓送兩地牌，到底信唔信得過呢？今日咧就同大家拆解下呢個話題，令各位精明嘅消費者唔會中伏。而家所謂嘅兩地牌咧，其實係將車牌嘅成本咧打入個樓價度。如果你唔要個車牌咧，樓價仲可以平20萬啊！親身踩盤發現，有啲香港朋友咧真係以為執到寶啊，結果咧等足咗半年咧都未攞到個牌。陳生咧上個月咧同我講，足拖咗8個月啦，都未攞到個牌。高薪牌嘅3大風險：空殼公司陷阱，發展商咧會收購啲空殼公司，幫你掛名辦牌，隨時咧會踢出股東名單。第二，隱形嘅捆綁條款，每年咧續牌要重新審批。手續費咧隨時坐地起價。第三，時間成本黑洞，審批啊隨時拖你半年，重要嘅文件咧少咗一樣咧都係白忙一趟。David 咧真心話你知，如果真係要辦，記得揾律師咧搞清楚退出機制同埋賠償條款。與其搏唔知批唔批到嘅送牌，不如直接入手大灣區自協嘅港珠澳大橋牌，市面上咧14到15萬咧就有交易，每年續牌費咧都係講緊3000蚊，仲要咧係獨立嘅產權，唔需要同發展商有糾紛。記錄條數，假設你買300萬嘅樓加20萬嘅隱形牌費，同直接買280萬加15萬嘅大橋牌相比較下，你仲慳咗5皮嘢添啊！獨家爆料，最近咧有個車主咧想放個牌，13萬8有交易啦。想知詳情 PM 我。想知更多兩地牌攻略，或者想知道邊個樓盤送兩地牌計劃信得過嘅，歡迎 PM 我，記得撳埋個訂閱啦。